但你们这俩quân队这些这搞出来，新鲜度被超不了，真正给你最多穷呗，你没得了。俺他这干了嘛这搞出来的这50年才能长动，然后这把考了军了这，或是全部说那些这什么水银才能打，用我买了吧。俺这用没有去，俺那我那打搞出来，怕去路给天给，去给天给，农村给天给，打忙不切切，等这个团当俺自己真正给制作的呗，差型的把它主要的去，用个面着上边去，老是跌打。我妈呢就淘宝上面打老开心拿了打的不老是不得呗，我都觉得打个这因为西夏说是打研究上钱好说是因为西夏说真的是差的多，这在地军现在呢俺让给呢俺就怕什么都去忙错了呀，那给这些别个里呢，俺就团队到自己的钱的，俺就都是个西在的是，是不是开成不来是？俺呢，真的学业，俺这边就是啥呢？大家搞卡这么卡这训练嘛训练，做大家，俺就拼命，没人讲的了呀，哪来代表说起？卡的叔叔给干苦去，陪几百团大人干苦去，图什么钱呢？俺也不用过的，图什么钱呢？俺也不用俺要嘛的，俺这个，俺就看出来的，团队下的。俺就没人你这个团队被缺个什么样子，团队钱退还要嘛的，少退还要嘛的，都是的没人你的钱拖了吧？俺这里面就是啥呢？到底广播写过来的，是不是开心不来啥？俺那个呢，大把都看那那都写完，但是呢，往些那么那啥的，没人我的了呀，哪来的也不认账？俺上面给俺这金库这些钱，别几百存大了呀，图什么这些呢？也不都是原因。